各位乡亲，咱做伙来关心天气。今仔日东北季风持续增强，遮方面的云有较高，台湾北部规工拢较湿湿、较凉凉。咱做伙来看云图。今仔日北部甲东半部拢是有短暂雨的天气，桃园以北、宜兰、花莲是较会落雨。因若伫宜兰甲基隆北海岸、大台北山区雨会较粗，其他的所在是依次侪云较好天的天气。因若过到中南部的山区会有短暂阵雨。另外，温度的方面，北部是20度至26度，中南部甲东南部的高温有甲28度至30度。因若温度为今仔日开始会一路降低，各地低温会降到18度至21度。到拜五之下的时阵，才会豆豆变较烧热，尤其是中南部，都要注意早暗会较有温差会较大。第22号的风台银星，目前是伫咱台湾的东南边，差不多1000多公里的海面，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引导，未来这72点钟内，较有可能会向西边去南海，安尼对咱台湾是较无影响。因若是转向北边，可能就会较倚咱台湾。气象署讲，拜三会是关键，风台划进离宋岛了后，速度就会放较慢。因若敢会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，要外观察。隐性台风预估在周三前是稳定朝西北方向移动，随后呢是穿过巴士海峡进入到南海的几率最高。那这个路径仍然是有变化的空间，而且会影响周五至周末的台湾附近的天气。3天到5天这一段时间是在安行岛里面，如果会往东北走的话，就是进入了西风带，不见得会靠近台湾说多靠近，它可能会完全散掉。已经不像其他的季节了，这个转弯都是很大的转弯，靠近的过程啊，转弯之前会减慢，比较多的电脑模拟是往西进。气象署初步预测，基型风台拜五至礼拜时阵是上倚近咱台湾，无排除甲东北季风会产生强盘效应。遮方面，桃园以北、东半部毋但温度会降低，嘛会落雨。另外，气象专家指出，基型风台后壁伫咧关岛附近，还佫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正咧发展。目前是还无确定，毋过无排除会出现2个风台的情形。